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回到心类学的部分。那我们呢就是看到呃第66页，就是倒数第二段的地方。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再者若以言权门分类，那亦有3种。那就提到说，最初限量、不专注意，还有句错乱音。因为呢，就是在量理保障论说，最初以及不专心、句错乱音由他定。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在以言权之门来做分类的话呢，那就是他决定量呢，他定量呢又有3种。那这个呢最主要是出自于就是萨迦班智达呢，就是公嘎长称他所造的呢量理保障论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还有3种就是他定量。那第一个呢提到说最初限量。那什么叫做最初限量呢？最初限量的意思呢就讲到说，就是以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一世，特别是指这一世，就是前世的这个因素呢不去考虑，就是在我们这一世呢，就是最初看到的就是新的物品，就是你以前从未看过，然后最初看到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提到呢叫做最初限量。所以呢，在讲述最初限量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世呢，我们的现前呢，对于我们的所量或是我们的他所支持的所量，当然是第一次见到的。那仅限于这一世，比如说呢，我们这一生呢，就比如说第一次看到蓝色的时候，那第一次看到蓝色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次升起了直蓝色的眼知，那是指这一世今生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们在过去世的时候。过去世我就已经曾经看过蓝色等等，所以不把过去世的这些原因考虑在里面，而是指仅限于今生呢，就是第一次对于你的现前呢，第一次见到某个东西的时候，所以这种呢称之为是最初限量。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他讲到说呢，就是此等的事项如下。就提到说呢，如以前从未见过青莲花，就是从未见过优波罗花的四幅心绪中，然后支持优波罗花颜色的这个根线前呢，就是属于这边所讲的最初限量。那所以从这个事例来说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支持青莲花颜色的根线前呢，它是这里所讲的最初限量呢？因为就是以这个直持青莲花的眼知来说呢，它对于它的所量呢，也就是青莲花呢，它是第一次正德的缘故，最初正德，或说呢，它对它的境呢，就是第一次看到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是最初限量。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时候呢，就是无论说是从对于境来，或是对于有境来说呢，它都是第一次，就是他今生最初看到这个优婆罗花的时候的产生的这种眼知，就是这里所讲述到的最初限量。所以呢，这边所举的就是事例来说呢，就是以最初呢，就是见到从来没有见过青莲花，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优婆罗花的士夫呢。一般我们讲说士夫呢，就像普特伽罗。那这个普特伽罗，它心绪里面呢，只是乌婆罗花的这个根线前呢，就是属于第一种。那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比如说在现在这个群组里面呢，就是大家一起上课的这些同学里面，那应该也是有些人没有见过我的。那没有见过我的呢，那当然呢，我也是没有见过。我们彼此就是没有互相见过，才会说没有见过嘛。那这种没有见过的时候呢，一定当然是指说今生没有见过，不会指到说是，我应该是看过你，因为我在前世的时候呢有见过你，并不会这样子讲的，因为我们都已经承许说到一切有情呢都曾经当过，在过去世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那如果说没有看到的话，就变成说有个母亲呢并不认得她的孩子，所以并不会讨论到前世的。原因里面去，最主要就是讲说今世呢，就是我们彼此呢尚未见过的时候，那会问说，那你是否曾经看过人们切？那回答当然是没有。那你没有看过人们切，那人们切当然也不会看过你，所以就类似这一种，就是说最初呢我们彼此之间尚未见到，那第一次见到的这一种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最初限量。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就是不专注意。那这边呢，就是事项呢，就讲到说，如意即单着于美色的士夫心绪中，直生之根现前是第二。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譬如说呢，就是当我们的心意呢就是单着在美色的这个士夫的心绪里面呢，那这个时候呢，它的直生的这种根现前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不专注意。那不专注意呢，也是一般我们所讲述的，就是显而未见之。那但是呢，可以从这一段话的描述里面了解到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绪之中呢，具备就是即单坐于美色士夫心的这个士夫呢，以士夫本身来说呢，他是能够证得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士夫他心绪里面最主要证得的境是什么呢？就是证得到就是美色，他是能够证得这个美色，就是因为他的心呢完全单就在美色的缘故呢，所以他对于声音呢，直识声音的这个根现前呢，才会变成显而未见，他才没有办法现起这个声，因为他之后没有办法引申出就是直声的这种分别，但是他之后呢是一定可以引申出就是能够直色的这种分别，所以以士夫来说呢，他是绝对呢能够证得境的。那他所证得的境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呢，就是对于色呢，他是能够证得的，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证得声。为什么呢？他不能够证得声，最主要缘故就是因为他没有在声之上呢专注，他是专注于在色之上，而无法专注于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提到说这是属于不专注意。所以这边呢，就是讲述到说呢，就是对于说我们的不专注意呢，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以背书来说好了，我们是否能够将今天呢所要背诵的，无论说像是经典的内容，或是你在背的什么的一些文字的内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完成背书这件事呢，最主要就是取决于说我们的专注力。当我们没有办法专注于，就是没有办法专注于呢我们所要背的这个背的书之上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不能够升起呢，能够对于这个境呢引出决定的这种了知。因为我们提到说背书呢，最主要就是把我们所背的这个内容呢背下来，那背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透由智力呢能够引出决定的这种了知。那为什么说没有办法背书背不起来呢？就是因为说你对于你所背的这个内容呢，你并没有办法专注。当我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呢，那就算你从早到晚呢，就算你念的这个寄诵，或者说念的这个内容，念的这个课文的时候呢，念一整天，因为你心不专注在上面的时候呢，一整天你可能呢都没有办法把这句话给背下来。但是当我们能够把心专注于就是所背诵的内容的时候，你可能花个15到20分钟呢，你就能够把这个寄诵给背起来。所以最主要呢是取决于就是专注的问题，就是看是否呢我们是否具备这种专注意。刚刚呢，我们最主要呢是以背书呢来讲出这个不专注意。那其实日常生活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多时候都会产生这种不专注意的这种状况。就比如说呢，我们在煮饭的时候呢，那煮饭之前呢，我们在切菜，那往往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就是不专注意义产生的缘故呢，你没有专注在切菜这件事情，所以在切菜之后呢，可能不小心呢会切到自己的手。那这种就是我们的心没有专注在你所做的这件行为之上的时候呢，那你自然而然呢就会产生一些伤害。就是像刚讲的，当我们的心呢没有专注在背书这个行为之上的时候呢，就是对于你在产生这个行为的这个对境你没有专注的时候，你自然就背不起来。那切菜的时候呢，你没有专注在切菜的这个行为之上的时候呢，那就可能会切到自己的手。或者说同样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没有专注在走路这个行为之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并没有专注意的时候呢，那可能会因此而被石头绊到，或者说呢在走楼梯的时候呢踩空，就是会发生这些种种的这些意外。那大部分呢就是因为是有不专注意的缘故呢，才会产生这样子的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们在中文呢常常会讲到说要小心，要小心。那以藏文来说呢，就是要叫做 sub 节 sub 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就是无论说我们用中文讲说小心，或是用藏文在讲说 sub 节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在提醒我们，就是你的心呢要专注在这件行为之上。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心呢一定要小心。就像刚所讲的，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呢，会提醒说，哦，你要小心，要小心。为什么？就是要叫我们呢，把心呢，就是专注在切菜这件行为之上。因为如果不专注在这件行为之上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会切到手，或者说我们在一些比较难走的路上，或者说容易打滑的路上，你会提醒就是要小心，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因此而滑倒或者是跌倒的缘故。那特别是说呢，像是在开车的时候呢，那就会讲到说，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喝酒，或者说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跟开车的司机呢，就是讲太多话，让他太分心，或者说乃至于说，就是当很想睡觉的时候呢，不要去开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当我们喝酒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自然就没有办法专注。那心无法专注的时候呢，那自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产生。那同样的，就是像第二个，就是说，在司机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跟司机讲太多话的原因，就是要让司机他的心呢能够专注在开车的这件事情之上。唯有他心专注的时候呢，我们的安全才能够有所保障。当我们一直在跟司机呢，就是说东说西的时候呢，他可能一分心，或者说太兴奋、太高兴的时候呢，那也可能会发生一些状况。那第三个就像是睡觉，那打瞌睡呢就更不用讲，因为一开始打瞌睡的时候呢，你自然就开始昏沉，一昏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无法专注。那无法专注的时候呢，可能开车呢就会有种种的危险。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无论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小心的时候呢，就是世间人就讲说要小心的时候，就是我们这里在学心类学所讲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力呢要提起来，就是你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不要呢让你的心呢开始分心，然后呢不专注在这件事情之上。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以我自己来说呢，就比如说在喝水的时候呢，就是那在喝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就是世间的用法，就是说哦，你要小心，这个茶很烫。那我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内心就会警惕自己说，哦，这个茶呢很烫，所以在喝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的喝。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当别人没有提醒你，那我们自己也没有注意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你把那个水杯里面很烫的水拿起来就直接喝，因为我们心也没有专注在这事上的时候，那很容易呢就会被烫伤。很容易就会被烫到，因为你的心并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到说，你喝水的时候呢，你喝水这个动作呢，你喝的这个对劲呢，就是这个水是热水了，你心并没有专注在这之上的时候呢，那因为没有专注缘故，所以一拿起来呢，你可能一大口喝下去，然后就被烫到了。那这一种呢，都是这里所讲的，就是心无法专注，或者是说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是像在发呆，或者说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呢，那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发呆那种状况的时候呢，那有时候我们叫他呢，就是喂的时候呢，他自己都没有感觉说旁边有人在叫他，因为他可能就是专注在他自己发呆的那个境之上，但是他对于其他外面的这一些别人叫他或是其他这些事情，他都没有专注在这之上。那这种状况呢，就是我们刚所讲的，就是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显而未见，就是他对于说，因为他在发呆，他专注于他发呆的这个事情之上的时候呢，所以他的耳根并没有办法听到说我们在喊他，我们在叫他的时候呢，那这种就是属于不专注意，或者说呢，在心类学里面呢，这种状况呢，都同样呢是属于显而未定的状况，或者说像刚刚在讲说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是你在昏沉的时候，或者说呢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或者说你喝酒的时候，那这种呢，就是因为这种外境的关系呢，你对于你开车就是你所要观察就是开的这个路的开车这个行为呢，那你对于你要开的这个路，你心并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上面的时候，变得显而未见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接下来呢，就提到说第三个呢，那就讲到说呢，就是譬如呢，就是直接产生呢，将阳焰质为水呢，增益为直阳焰颜色的根线前呢，是属于第三者。
那这边讲的阳焰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会讲说，这就类似像是海市蜃楼，就是当太阳呢，就是大太阳呢，它照射在沙漠之上呢，会有产生这种类似水的折射，或者说我们在柏油路上呢，就是很热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前方好像是有水汽，这种呢，就是这边所讲述的阳焰。那其实这种阳焰呢，就是在大太阳底下呢，就是我们就是眼睛呢已经显现的是阳焰，但是呢，你会把它误植为是水，像是在沙漠的这些旅人呢，他可能因为很口渴的缘故呢，所以当太阳呢照在沙漠之上呢，产生这种海市蜃楼或是产生阳焰的时候呢，它会显现阳焰的时候，会误把这些阳焰呢，然后指使为它是水，然后朝这个地方过去，因为他想要喝水的缘故，或者是一般我们在讲说恶鬼的痛苦的时候呢，就是往往恶鬼呢，他都是将这种非水，就是不是水的这种东西呢，然后把它增益为水，就是错误指使把它增益为是水的时候呢，然后往那个地方去，然后但是往往去的时候呢，都是喝不到水，所以就是在讲说恶鬼呢，他被苦的痛苦所逼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讲到，所以这边就好像说产生将阳焰呢指为水的增益它为支持阳焰的这种跟现前呢，就是属于第三者。所以呢，这边所讲到的呢，就是这里所讲述到的三者呢，都是属于就是他决定量，就是以言权之门所分类的他决定量。但是事实上呢，这三者呢都不是他决定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最初现前就是以从未见过巫婆罗花四幅心绪中呢，支持巫婆花颜色的根现前呢，它本身呢是属于自决定量，因为呢，它对于自所量的究竟本体呢，就是巫婆罗花呢，它是有正德的，所以第一个呢，它本身就是量，而且呢，它是自决定量，所以呢，它并不符合于他决定量，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说，他决定量呢，就是他对于自知究竟本体呢，是需要透由他力才能够证得的。但是这个呢，它是因为自力能够证得的缘故呢，所以它是自决定量，并不是他决定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呢，不专注意。那不专注意呢，它本身呢就不是量，因为它连他自己的究竟本体呢，它都没有办法证得的缘故。它与自知所量的究竟本体呢都没有办法证得的缘故呢，所以它是显而未见，所以呢它连量都不是，所以更不可能呢会是成为它决定量。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本身呢是属于颠倒，不要说是量的，它连它的就是自知所量呢都没有办法证得，它是属于一种颠倒的认知，它是属于无分别的颠倒之，所以它也不会成为它决定量。所以这三者呢都是属于言权之门的分类，它们呢都不是真正的他定量。以上呢，我们就是在量和非量里面呢，然后讲述完了量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就是非量，所以这边呢就是66页的倒数第二段呢，讲到说非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属于非量知的性相。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我们之前讲到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的性相，所以呢非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它是属于非量的性相。那这边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到说呢，非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并不是说它不是心的，然后呢又不是不欺狂的，然后又不是了知呢，这个才叫做非量，并不是的，并不是说它要具备这三种条件，它又不是心的，然后呢又要不是不欺狂的，然后又要不是了知呢，这个才叫做非量，并不是这个样子。虽然说呢，它是称它为量的时候呢，它是要具备心，然后呢不欺狂，还有了知这三个原因呢都具备之后才称之为量。但是把它称之为非量的时候呢，是它只要是三者其中非一呢，就是属于非量。它只要不是属于心，或者呢不是属于不欺狂，或者不是属于了知呢，那都是属于就是非量的意思。因为像以在觉知来说呢，在觉知呢是非量，但是你不能说呢在觉知呢它不是不欺狂，因为在觉知它本身是不欺狂的嘛，你不能因为说因为它是非量的缘故，所以它不是不欺狂，所以呢它只要符合三者之一呢，就是属于非量。接下来呢，就讲到最后一句。那分类呢，就是对于非量知来说呢，就是有5种，就是在觉知等后面5种心类，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呢7种分类里面呢，就是除掉了现前跟比度之外，那像是在觉知、视察意、显而未定、犹豫、
颠倒知，这五者呢全部呢都是属于非量知。那刚好呢，就是我们这边讲到说非量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讲述到说像是在觉知。那在觉知呢，它是符合第一个非心，但是呢，它并不符合第二个非不欺狂，因为它本身呢是不欺狂的，那当然它也是了知。所以从这边呢，就是因为它呢就是它就是符合第一个就是非心，那后面呢不欺狂呢跟了知呢，它本身是不欺狂，然后也是了知，所以呢在觉知呢并不是非量知。那接下来呢看到就是视察意，那视察意呢它具备第一个就是它是属于心的，它并不是非心，但是呢它并不是不欺狂，所以它是非不欺狂，那它也是了知，所以呢它是属于非量知。那接下来的呢，像是显而未定，还有犹豫以及颠倒知这三者呢，它都是属于非心，然后也是非不欺狂的。当然呢，只要是心法，它都是属于了知。所以在讲说非量知的时候呢，那前面这五种心呢，它一定是属于了知，因为它们都是属于非量知，那一定是了知。但是它们同样都不具备非心以及非不欺狂这两者，所以呢，它们通通呢都是属于非量知。在讲述完就是这边呢提到量非量之后呢，那大家呢都是有学习菩提道次第的。那在菩提道次第呢，最主要就是讲到说三主要道，那也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以及空正见这三者。那广论里面呢所讲到就是所有一切呢，就是有学到有情心绪里面的，像是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呢，他们全部呢都是属于非量知。在量和非量里面呢，一定呢都是属于非量知。那在分别和无分别里面呢，一定呢都是属于分别知。所以我们知道说，只要是众生或是有情呢，它心绪里面是属于方便分的这一些法类，像是慈心、悲心、菩提心呢，它一定呢都是属于非量知，一定都是属于分别知。唯有在成佛之后呢，心绪中的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呢，才会转为现前的体性。那在此之前呢，一定全部都是属于非量知以及分别知。那至于说，慈悲还有菩提心是否能够证得净呢？那就是在三大寺里面呢，就是各个祖师呢，他们所承许的不同。那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同，有的说不可以。那对于说不可以的来说呢，他既然连净都没有办法证得的话呢，那他当然更不可能会是量了，因为他连他的对境呢都没有办法证得的缘故，所以他就更不可能会是量了。所以就是有这些探讨。接下来呢，就是在广论里面呢讲到说止观双运的部分。那对说像是止观双运来说的话呢，它本身呢是有属于量，也有属于非量。那同样的呢，止观双运呢，它也是有属于分别以及非分别的。那就以说，证得不特伽罗无我的止观双运，或者说呢证得空性的止观双运，或者说证得四谛16形象的这些止观双运来说的话呢，以凡夫呢最初证得的时候呢，一定是透有比量。那所以呢，可以把它称之为是量，那就是凡夫最正的时候呢，一定是比量。那既然是比量的时候呢，它一定是属于分别。那在比量之后的第二刹那呢，那有些呢就是承许为它已经是成为了在觉知，那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了是非量。那等到呢他成为圣者的时候呢，那无论说他像是证得空性的证得不特伽证得人无我的止观双运，或者说证得空性的止观双运，或者说证得四谛16形象的止观双运。那在成为圣者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从分别呢，然后转为现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变成限量证得。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成为了无分别。那为什么说在凡夫最初证得的时候呢，一定会是属于比量呢？因为呢，它都是属于唯隐蔽分的缘故，所以他在一开始证的时候，一定是要透由正因的方式去思维正因程序证得，所以一定一开始呢，最初是比量证得。那成为圣者的时候呢，就成为限量证得。所以对于止观双运来说呢，它本身是有量，有属于量，也有属于非量，那有属于分别，也有属于无分别的，那这些是全部都存在的。那这个就是对于说广论里面所讲述到的这些法类呢，它本身呢是属于量还是非量，那它是属于分别还是无分别里面的这些差异。
为什么会讲这些呢？就是大家在学习道次第的时候呢，那常会看到像是所谓的慈心或是悲心，或者说菩提心呢，那也是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在观修慈心、悲心、菩提心的时候呢，那在学到这些的时候呢，或者在观修的时候呢，那这时我们就可以去思维到说，慈心、悲心、菩提心呢，它本身呢是属于事物。那既然是事物的话呢，它要么就是心，要么就是摄法，要么就是心法，要么就是属于不相应行法。那它呢为什么不会是摄法？那以及不会是不相应行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它是属于心法的话呢，那它到底属于心法里面的呢，到底是属于量呢，还是比量？那量呢，还是非量？那它是属于分别知呢，还是属于无分别知呢？那它到底是属于现前比度在觉知视察到底是哪一个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本身呢要去思维的，因为这些是我们时常在观修的。